想喺屯門揾間有氣氛嘅西餐廳， Lumos 嘅 dinner set 就一定滿足到你啦。拍拖就梗係要食2人 set 啦。首先呢個鮮蝦青瓜柚子醋沙律，充滿柚子香。前菜係超有驚喜嘅油甘魚意食，第一食係油甘魚腩牛油果塔塔，第二食油甘魚貝配清甜嘅哈密瓜汁，面頭仲有辣根打成嘅泡沫，層次豐富。意粉係用咗傳統做法嘅卡邦尼，加咗煙燻炭香嘅意大利豬面肉同黑毛豬腩爆香，味道特別香濃。主菜推薦呢個低溫慢煮乳酪奶油黃油雞，用咗中東乳酪奶油醃製，再低溫慢煮，肉質軟滑。想再豪啲，可以加168蚊升級呢塊鹿兒島 A5 和牛西冷，300g 份量，個油花分佈真係冇得輸啊！最後甜品係自家製嘅 Tiramisu， 酒味突出，成個套餐沙律、前菜、意粉、主菜、甜品樣樣有齊，性價比超高，快啲 book 埋佢啦！